奉勸大家千祈唔好揸住 BNO 去中東，就算去轉機都唔得。我因為咁喺中東過咗超級慘嘅24個鐘。試完我去台灣經阿布扎比轉機，但係因為第一班機延誤，導致我趕唔到第二班機。當時趕唔到轉機嘅苦豬好多，我哋被逼滯留阿布扎比。然後航空公司改咗另一班機俾我，竟然要喺阿布扎比停留24個鐘，再經泰國先飛到台灣。航空公司安排咗酒店俾我，但係間酒店喺機場外面，而我拎住 BNO passport， 佢哋竟然拒絕我入境。最嬲嘅係滯留嘅苦豬裏面，有人拎中國護照，都有人拎特區護照，佢哋全部都順利入境。最後就剩返我一個自己滯留咗喺阿布扎比機場。我再去揾航空公司求助嘅時候，佢哋都覺得好不可思議，我拎住本 BNO 竟然入唔到境。佢哋都有嘗試去幫我申請簽證，但係出入境嗰邊都拒絕。航空公司就叫我去食啲嘢先，返嚟再睇下點搞。呢個時候我已經好攰，心情好差，是但食咗個快餐就算。航空公司有俾餐飲券我，但係24小時得一餐。食完嘢返去繼續問進度，點知航空公司櫃台轉咗班人，又開始話下 BNO 點會入唔到境啊？然後我又要同佢哋講多次，又要同關員講多次，由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開始講。之後佢哋安排咗我去一個休息室度等。呢個時候已經係凌晨，個休息室裏面得我一個女仔同埋幾個中東男人。呢個情況下我根本完全唔敢瞓覺，怕有啲唔好嘅事會發生。我8點幾落機，直至凌晨3點，航空公司終於幫我安排到機場內酒店。Hello， 因為航班延誤，我要喺中東滯留24小時。呢度呢係航空公司幫我安排嘅酒店。而家我人喺阿布扎比，但我目的地係台北，然後我仲要再去泰國轉機。第二日我又喺機場行下。個機場都幾靚，但係我一啲都唔想喺度。我只係希望下一班機唔會再出事，但係不出意外又要出意外啦。臨上機嘅時候，班中東呼吸綜合症無端端又唔俾我上機，話要咩 information check， 跟住 check 完佢老尾話 OK 啦。我去到登機口又唔俾我上機，我真係超嬲，即刻拎咗部電話出嚟錄片。佢仲要叫我唔准錄，要我 delete 咗條片。跟住我用咗畢生所學嘅英文嚟鬧佢。我話錄咗嘅片係要用嚟投訴佢，最後佢妥協放我上機，但係要我 delete 咗條片。拜鳩拜啦，中東，我以後都唔會嚟。